迄地方有固有的挂伫山里，眠时收惊，故因的幽魂。忽然天大开，灿烂光明满天，千千万万的星神闪烁伫乌暗暝。今仔日有救主为恁出世，星神在宣告救主降临吗？毋是，一定毋是星神，是天使的阳光灿烂满天。伊就是主基督。主基督怎有可能？这个就是记号，恁要找到一个婴仔，用布包，在困伫马槽里。一个记号对上帝来的吗？是啊，是对上帝遐来的。阳光归伫至悬上帝，地上好命归伫主所欢喜的人。就伫遐，伫黑暗甲光明中，因找到伊，就是圣灵儿，基督救世主。Yes.